小夫妇的鸡汤和头鸡娘无用试试，大拢是人。不过因为本土疫情欠关，外界烦恼，敢会需要登去到禁止内用的三级境界。当然会担心啊，吃任何的什么生活作息啊都不习惯啊，然后就都受到限制嘛。现在就是说每天那个境外的这么多，台北市的话，目前看下来是还 OK 耶。目前应该还好，就是大家还是有警惕在啦。条件升到三级的境界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。不过，昨国内一口气增加17个本土个案，是今年以来的新冠。医生说，一方嘛发文章讲，敢真正无要考虑升到3级。呼吁大家赶紧去注疫苗。台湾的防疫应该是要和病毒共存，简单防疫，要是要真辛苦坚守防疫。对防疫敢要升级，感染科医生讲，虽然案例10几例你觉得好像很多，可是每一例几乎都可以连得上线，扩得很大，可是其实都框得住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是不一定要这么紧张的就升到3级了。尸体的传播链继续在传，但市长嘛讲一定阁有微博单，尤其是阿东病院嘛传出非专职病房的护理师确诊，感染源嘛还未调查清楚。医生认为，不管是病院内底感染，或者是社区传播，拢有可能。现阶段来讲，危险的传播链恐惊是社区上大的温柔。